为什么这不及流行？咱人的身体有新陈代谢，像40、50以后就慢慢老去。速度是那个咧坐云霄飞车安尼咻。平常时上班无用嘛，互阿公阿嬷咧带啦，结果即马为着这个教育的代志，逐工拢咧冤家。你这阿公阿嬷，你用古早的方法来带即摆的囡仔，你当然都有冲突啊。照这个大细汉来分，咱遗产安怎分，是安怎规定的？遗产的分配啊，吼，是无咧分查甫查某，要继续叫你写放弃伊遗产的声明书，写这敢有效？无路用。妈妈吼咧对待阮囝的时阵，我有当时感觉心里不平，听孙听到这型的，我已经细汉的我鼓励吼，这个囡仔头这个，有无？囡仔头生来了，顶半身真大。咱葡萄豆的朋友会记学起来哦，哎，请收看《食老葡萄豆。